前警務人員咧受壓之下點樣去處理一啲事件嘅。咁包括咧嗱，我哋除咗我哋見到我哋嘅同事啦，身上邊咧有各種唔同嘅武器嘅，咁包括有警棍啦，係啦，有警棍啦，分屬警棍，有胡椒噴劑啦，係啦，同埋有配槍嘅。好啦，就係喺受訓啲警員咧。喺咩情況之下用咩使用武器？當然啦，我哋唔係鼓勵我哋嘅警務人員咧使用武器嘅。最好咧就話，如果我哋拘捕疑犯嘅時候，我哋可以用口頭上控制到佢而可以投降嘅，咁我哋當然最好啦。但係如果迫不得已之下，如果我哋有根據警例同埋法例嚟講咧，我哋使用我哋嘅武器去制服呢個疑犯嘅。以下落嚟咧有兩段片段咧就要示範俾大家睇下。其實大家應該可以影相嘅，但係影相嘅時間咧請唔好用閃光燈啊，因為閃光燈嘅時候咧影響到我哋嘅雷射效果㗎。咁啦，反而有時一啲我哋唔係好留心嘅條款咧，可能係好重要嘅喎。例如保證基金咁啦，就要求我哋咧符合保證嘅條款，然後我哋先至會有保證嘅回報。有啲計劃咧，可能會要求規定我哋咧喺呢個鎖定期之前，如果後面有攞翻我哋嘅回報。每次轉移其實就係先由之前嘅受託人將呢啲牌翻，然後再將啲錢咧交俾你新嘅受託人，新嘅受託人咧自己參與。而家我哋喂做咩事？喂冇喐手，係見到兩個男人喺度嗌交咯。係知㗎啦。我要追數嘅話，你嘅想點啊？你講住佢啦，真係嗱，你放低你武器，否則使用警棍，放低佢，放低武器啊！否則再次使用警棍，放低武器。好啦，剛才呢個片段咧就係兩個男人嗌緊交啊，咁突然之間另外其中一個咧就情緒好激動喎，見唔見到佢手上面仲咩襲擊我哋警務人員？玻璃膠嗰啲槍啊，好啦，玻璃膠嘅槍咧，並不是一個致命武器嚟嘅，唔係一個致命武器。咁我哋警務人員咧，定性唔夾嗰啲人打我啲人啊，打穿我，就斬咗一個攻擊啊，我哋咧可以用追捕嘅。第二名。你同你嘅拍檔正在當值場合發生以下事件。水警嘅同事上咗陸地度工作。包括受託人、計劃同埋僱主名稱等等。將受託人嘅帳戶資料，例如受託人嘅名稱同埋計劃名稱。最重要係要列明需要轉移嘅部分。我哋可以淨係揀轉移依家運作嗰啲部分，或者只係幫警察為咗放低開槍，放低你個斧頭，放低開槍啦，放低武器，放低開槍。選擇之後咧要記住簽名，簽名要同你之前喺受託人嘅簽名一樣。其實我就唔係好清楚而家呢條解釋緊嘅你可以喺原本嘅受託人寄俾你嘅成權證明書或者權益報表裏邊揾到呢啲資料，亦都可以打電話俾你哋嘅服務員查詢。咁其實咧，由我交表嘅時候，我一個開手啊，肯定係一個致命。一般嚟講，整個轉移過程會牽涉到新舊兩個受託人。新受託人收到你嘅表格後，會學到資料上交俾舊嘅受託人處理。如果資料冇錯，舊嘅受託人就會賣出你戶口裏面嘅基金單位，就將尋找新嘅受託人。由佢按你嘅指示去投資，然後大概6至8星期左右。我需要講每個樓塊一般係邊度買？如果買公司嘅強積金安排，使唔使我呢個老細出馬先？咁我哋講緊轉移強積金。僱員自主安排係唔影響僱主嘅政府嗰啲安排，就算僱員自己轉咗受託人，以後每次出糧強積金嘅公額會特明你係僱主定僱員嘅部分，都係唔一樣。公開嘅公司唔該曬，嘅計劃唔會有調，所以唔使麻煩嘅。開到聲都冇嘢可以幫到手。